兄弟姊妹，我係阿爆啊！今晚嘅故仔，我收集咗雲頂最多人講嘅靈異事件。聽完你以後上雲頂，可能連酒店都唔敢入嘅。想知後面發生咩事，即刻睇落去。溫馨提示：威燈睇效果更佳。喂，你哋知唔知雲頂有間酒店真係猛到連職員都唔敢夜更噶？阿琪飲啖奶茶，手震震敦講翻嗰次撞邪經歷。嗰年同閨蜜曉佩加線上雲頂玩，因為慳錢夾瞓住一間房，半夜傾鬼故，加線落去買宵夜，得翻阿琪一個。突然有人敲門，你朋友叫我送外賣噶。門口企住個白衫少女，遞來包凍冰冰嘅飯盒。點知5分鐘之後，加線同曉佩自己拎住熱狗翻嚟，我哋邊有叫人送外賣啊？3人望住台上嗰包飯盒，突然消失咗。半夜沖涼更恐怖，加線洗到一半，熱水變凍水，仲聽到女人喊聲。衝出浴室嗰陣，道門自己打開，3人撲去關窗，赫然見到樹上吊住個白衫女，仲對住佢哋笑。撞到蘇阿伯先至知，以前有女仔喺你間房吊頸死噶，成日搞住啲後生女。3人即刻換房，但阿琪話最恐怖係嗰晚送外賣個女仔同樹上吊頸嗰個着同一件白衫。喂，你哋知唔知雲頂嗰條山路夜晚係唔可以亂咁行嘅？阿明猛咁吞口水，手震震啖，攞住支煙，同我哋講翻嗰單恐怖經歷。嗰晚係2003年，金融風暴後冇耐，馬來西亞雲頂賭場仲係好旺，好多香港人專登飛過去搏殺。阿明同2個朋友阿傑同肥仔約埋一齊上山玩2手，點知就係嗰晚佢哋撞邪撞到飛起。本來諗住玩到半夜12點就走，點知阿明手氣差到爆，輸到褲住窿，唔甘心，結果玩到凌晨2點先肯收手。衰在纜車已經停駛，3個麻甩佬焗住搭的士落半山攞車，架車越行越陰森。上車嘅時候，個的士司機仲笑笑口，同佢哋吹水講賭場八卦。但係行咗一陣，個司機突然收晒聲，面黑黑，一句嘢都唔講。車廂入邊靜到嚇死人，冷氣仲要凍到入骨。阿明仲以為自己開緊雪櫃。喂，你覺唔覺個司機好似冇呼吸聲？肥仔細細聲問。阿明望一望倒後鏡，嚇到爭啲叫出聲。個司機塊面白到好似紙紮公仔，對眼直勾勾望住前面，完全唔似活人。終於捱到半山南車站，3個人急急腳俾錢落車。臨走前，佢哋清楚見到個司機拎住啲銀紙，對住月光照嚟照去，好似驚收咗陰司紙咁。條山路點解會變咗樣？攞翻架陳年 Proton Vera 之後，阿明負責開車。平時落山必經2個警亭，第一個喺纜車站之前，第二個喺之後，正常要20分鐘先到。但係嗰晚佢哋10分鐘就到咗第一個警亭，仲要見到入邊有5、6個，其中一個仲對住佢哋詭異微笑。有冇搞錯？平時得2、3個，仲要黑口黑面嘅喎。阿傑頭皮發麻。過咗警亭之後，阿明越揸越覺得唔對路，條路完全唔同晒。明明落山應該越行越少霧，但而家四周白茫茫一片，前後一架車都冇，靜到好似入咗異空間咁。最恐怖嘅係佢嘅老爺車上山冇力，但而家時速竟然可以去到60公里每 H， 仲要係上車。阿明嚇到手震，肥仔突然指住前面大叫：前面嗰架係咪的士？霧入邊隱約見到一架紅色嘅士停喺路邊，車尾燈閃下閃下，同佢哋頭先搭嗰架一模一樣。唔好望，踩油走啊！阿傑狂嗌。阿明一夜地板油，架車衝破濃霧。突然間佢哋眼前一清，原來已經返到正常山路，仲
見到其他車輛經過。第二日，阿明特登去問雲頂嘅老員工，先知道原來嗰段山路曾經有架的士衝落山崖，司機同乘客全部死亡。所以話賭錢輸咗就算，千祈唔好留到半夜先走。阿明猛咁搖頭，因為你永遠唔知同你一齊落山嘅係人定鬼啊！嗰陣時係1998年，金融風暴啱啱過，馬來西亞雲頂賭場仲係好旺，好多香港人山長水遠走去搏殺。老友記阿強飲啖奶茶，壓低聲先。你知啦，賭場多賭鬼，尤其係啲輸到癲咗嘅。我哋今次講嘅係雲頂員工宿舍第5座嘅恐怖事。呢座宿舍專住女仔，24層高，知道19樓係單身女工房，3個人一間，20樓以上就係經理級或者已婚員工住。阿芳同阿珍就住喺17樓右翼中間房。阿芳做咗4-5年，阿珍就新嚟嘅客家妹。出事嗰晚11點幾，兩個女仔黑燈瞓覺，阿珍張床就喺門邊，突然砰砰砰，有人好大力拍門。邊個啊？阿珍諗都冇諗就開門，門外條長走廊靜英英，鬼影都冇隻。黐線！阿珍仰門，同阿芳面都青晒。隔咗5分鐘，砰砰砰又嚟。今次阿珍趴低睇門縫，冇腳影，但係拍門聲一直響。兩個女仔攬到實一實，直到聲停先咁鬆開。阿珍瞓翻，但阿芳成晚覺得有嘢騎住心口，搣唔到氣，又嗌唔出聲。天光阿芳即刻病到攤床，醫生話佢貧血，但解釋唔到點解窒息。最後簽紙送佢落山醫，點 check 都冇事。阿芳阿媽帶佢問神，個神婆一見就話山上面嘢嘅，你再上去。原來雲頂賭場開業以嚟，唔少賭客輸到跳樓，尤其90年代經濟差，成日有人喺酒店自殺。神婆話賭鬼最中意揾替身，你哋宿舍起喺舊賭場上面，陰氣重到呢。最後阿芳求咗道符，請2個月假先冇事，但阿珍就冇咁好彩。有人話見白晚晚俾個長髮女人跟住，最後辭職返鄉下。老一輩雲頂員工話，第5座宿舍右翼正正對住舊賭場個吊頸角，以前成日有人喺度自殺，而家裝修過，但午夜12點後，升降機偶爾會自己停喺嗰層。所以話，就算你冇做虧心事，半夜有人敲門，千祈唔好開。我叫阿傑。1997年金融風暴之後，跟住班叔父上馬來西亞雲頂搏殺嗰陣，香港經濟差，個個想靠賭翻身。我哋住喺雲頂第1酒店，傳聞中養咗批賭鬼仔嘅猛鬼地方。風鈴房 check in 時，櫃台阿姐遞鎖匙俾我，眼神古怪。後生仔如果見到房入邊有風鈴，即刻換房。我當佢講笑，點知一開門真係見到窗口掛住串銅風鈴，下邊擺住幾粒糖同個殘舊公仔。半夜瞓到夢裡，把陰陰細細嘅銅聲喺耳邊講：叔叔去賭場啦，贏錢買糖俾我。我猛然驚醒，風鈴無風自動，叮叮聲似細路仔笑。第2晚我忍唔住落賭場，手氣奇好，連贏10幾鋪，正想收手，將銅聲又嚟，再賭多鋪，贏多啲，結果1鋪清袋。我嬲到掟籌碼，突然見到個全身魚黑嘅細路仔坐喺賭台對面，咧咗笑到耳根。多謝叔叔陪我玩越南孕婦之謎。賭場舊職員阿明同我講，80年代雲頂請過批越南孕婦住滿成層樓，但係生完 BB 之後全部消失，剩低一串串風鈴。傳聞嗰啲根本唔係人胎，而係鬼仔養喺風鈴入邊專引人賭錢。你住嗰間
1813房就係當年孕婦住過嘅空間。阿明壓低聲音，嗰度死過個香港佬，賭輸晒公款跳樓，而家成晚喺走廊追打啲鬼仔。果然半夜我聽到走廊有男人咆哮同細路黑馬，仲有噼啪鞭打聲。我膽生毛，開門偷睇，個滿面鮮血、西裝破爛嘅男人拎住樹枝狂追幾個全身發青嘅細路，風鈴砰砰碎滿地，倒鬼前身。第3日我執拾行李想走，點知行李砸自己打開，裏邊塞滿名字，頸上浮現血字，陪我賭多鋪。我發狂咁衝落樓，電梯腳停喺18樓唔動，同風鈴叮叮狂響，細路仔笑聲四面圍攻。最後我撞爆消防門走甩，但直到今日，每次經過投注站，耳邊都會響起8筒聲：叔叔買多鋪啦！哇，今次個故仔係咪好得人驚呢？如果你都試過喺雲頂撞邪，記得留言講下。另外 like 爆呢條片 ，share 俾你身邊最細膽嘅朋友，等佢哋今晚唔敢我等瞓。最後訂閱G21，開通知小鈴鐺鈴，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個更恐怖嘅賭場鬼故。記住啊，半夜有人送外賣。